上集講咗丙午丁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坐丑向未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4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4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4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離九宮，因為離九宮嘅元旦星9號同向宮嘅元旦星2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27同道，所以係負成門。向左成門係喺丙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2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2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2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對七宮，因為對七宮嘅元旦星7號同向宮嘅元旦星2號合成河圖生成數27同道，所以係正成門。向左成門喺庚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艮向坤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4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4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㗎，所以左邊係冇成門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2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2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右邊係冇成門，即係左右兩邊都冇成門。呢個係九運坐人向身，坐艮向坤同坐人向身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艮向坤係向中，而坐人向身係向右。坐艮向坤左右都冇成門，同樣坐人向身左右亦都係冇成門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，呢個係三元九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城門缺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